这几个月开始有听说，不晓得。有因为好像最近都有那个听广播、开车广播都有在讲，就是红灯还是右转的机车就比较危险。那种不礼让行人的车啊，汽车会抢黄灯啊，或者是有摩托车就是右转什么的，就要多注意啦。我觉得1个月不长也不短，可以试试看，就看会不会改善。我就觉得可以再久一点。很好啊，我觉得很好啊。我觉得执行就是宣导跟执行，我觉得这个都很重要。可是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台南市的路边临停的现象太严重，我觉得那个非常危险。对，尤其我们台南市的路太窄了。我是希望至少啦，让就是开车或者骑车的民众就是有点知道说，还是要遵守那灯号啦，不然免得人家都说南部人的红绿灯都是参考用的。对，要保障行人的安全。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你在过斑马线时，有曾被未礼让行人的汽机车所差点碰撞的危险经验吗？各位汽机车驾驶人，快看过来！从今天开始，将进行为期1个月的全国路口安全大执法。如果驾驶人未礼让行人、红灯右转等等，将被严格取缔罚锾哦。为灌输民众路口交通安全的观念，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交通局配合交通部，将进行为期1个月的交通大执法。宣导路口停让及驾驶人应遵守路口慢看停等步骤，来保护他人及自身安全。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警察局交通大队大队长怎么说吧。大家好，我是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翁志宏。9月1号开始会有为期1个月的全国性路口大执法。那以台南市为例，我们有60%以上的交通事故是发生在路口。我们都希望，当我们行经路口的时候，能够很安全的通过。在9·1大执法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车辆有没有礼让行人。第2个，车辆当然不能闯红灯，那也不能红灯右转。第3个，我们行人也必须要遵守交通规则要遵守号志，要走行穿线。那路口因为车来车往，交通非常的繁忙那我们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如果有路口违停，那影响到整个行车的顺畅，或者是行路的安全那我们也会并案来举发。那唯有大家共同遵守交通规则，那我们才能够行得更安全。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顾家，欢迎收看9月2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你感觉真感是去该当预防儿童被虐待？日前第2会因为担市提出儿少保护自治条例，拍算要将真感是去立法，引起侪争论。所以上午议会伫临时会特别召开专案报告来深入探讨。会中不管装唔装，多元意见拢有，甚至议员林彦洲甲柯林嘛因为看法无同有口角冲突。幼儿园不时传出虐待儿童案件，所以担市拍算伫儿少保护自治条例当中，伊中央已经立法要求托婴中心爱装监视器，以预防黑子甲还原真相为精神，鼓励私立幼儿园嘛爱装监视器。不过，因为幼教团体甲教师会强烈反对，认为无被尊重，造成家长甲教师团体争论不断。上午议会特别召开专案报告，部分党派议员拢拥有发言，甚至发生议员因为意见无同的口角冲突。根据了解，市府目前举办过公听会，赞成的只有9位，反对有289位。不过，公听会敢会当代表真正的民意，同款被质疑，所以伫争论也未强势进前，有议员建议退回市府重新建议。在幼儿园，现在我们的评鉴上，针对它的安全，有没有哪几项指标是列为我们年度有计分
去列为它优良评鉴，这个比重目前是几分？身为民意代表，今天绝对不畏惧任何的受到的恐吓，你知道吗？这一些到底我不在这里讲谁啦，说要让我在他们的族群讲的，要让我下次很难选。其实收拢可能是赞成方的家长的意见的方式，或许有公听会以外的方式，譬如说问卷。像我记得我们国小的时候也是会请这个家长小朋友带回去给小孩子爸爸妈妈填嘛。那其他的方式有没有可能用问卷的方式？就算是更小的小孩，施幼到底要不要装设监视器？我想应该回归到市场的竞争性。如果说一个家长他为他的小孩选择幼儿园，他希望这个幼儿园是有装设监视器。如果这是一个趋势的话，我想幼儿园不用你制定法令，他们就会自动迎合市场的那个竞争来装设幼儿园。这是我第一点的想法。所以，如果我要把每一个老师都当成是一个贼来防范，我觉得这样子对教育界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我是直接建议啦吼，毕竟即马大家议员的声音拢无共款啦吼，因为咱市府直接释出咱的原草案和修正案的差异性实在太大了啦，所以我觉得应该退回市府再研拟，让我们这些议员的意见再重新去做一个整合，做一个折中的方式，再来修正我们的自治条例。会中教局长也表示，2礼拜内会清查目前私立幼儿园装设的比例，互资讯公开透明。不管到要装监视器，重点也是正面的管教，无用温任何液态。同样一件事情，其实正反真的是很难去拿捏，但我们只能讲说，教育的观点，我们尽量是正向管教的，持续来做宣导，来教育我们的那个幼儿园。那如果你一旦违规了，我们就要重罚。这个是没有什么恶化可以说，因为内容是的确是零容忍，这个不是说我教育的角度来看这件事。了后，不管到要扩大各办公厅，或者是用任何民意调查的形式来作为立法参考，或者是鼓励无强制，你是纳入幼教评鉴加津贴补助的做法等等，看来个案已经不是装甲唔装，单纯的是非题。台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台东县政府社会处甲屏东县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共34位，伫台东县政府社会处副处长高中훈率领，立刻来到台南参访。因第一站就来到台南市性别平等促进会来交流观摩。台东县跨越性别、性平新势力服务计划，办理外县市性平业务成绩优良的民间团体参访的活动。来到台南的第一站，首先前往台南市性别平等促进会，甲该会进行业务的交流。希望透过这款的观摩活动，会当互相学习。台东县政府，那我们各局处的代表，那特别在这次的跨县市的参访活动，那我想要给我们各局处参与的伙伴们来认识。在别的县市政府推动性别平等的业务，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在性别平等最主要我们在讲这个所谓的性别影响评估当中，那其实要升职到我们公务人员的当中，所以我们借着这样一个跨县市交流的机会，让每一位同仁都有机会来接触到民间单位与公部门的合作。台南市性别平等促进会是他们参访的第一个这个民间团体。那所以我们今天也在这个场地来对这个台东县的这个性平伙伴们做上我们业务的这个的报告。那说明说本会这些10几年来投入这个台南市关于这些妇幼权益啊以及性别平等所做的这些努力以及工作，很难得的。有台东县政府可参访，这一点也让我觉得好像这几年来的努力真的是有收获，然后我还很期待台南的性别
平等方面可以更加的茁壮。成立13档的台南市性别平等促进会，服务宗旨以性别平等为主轴，提倡妇女对着自身权益地位的自觉，并推动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骚扰防治、老人甲儿童青少年福利以及权益为核心。第二任理事长以及会员共同努力之下，推动成效优良，嘛，互外县市政府以及真侪社会团体前来促进观摩学习。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为了鼓励纳税人利用网络来申报综合所得税，减少纸本甲交通的奔波，南区国税局持续举办抽奖活动，立刻上午公开抽出近1000名的幸运纳税人，上大奖则是5万块的商品礼券。5月份综合所得税申报，拄好拄到肺炎疫情的高峰期，国税局除了延期报税期限以外，同时为了避免群聚感染，政府嘛鼓励民众爱多加利用网络报税，以及使用电子支付缴税。为了鼓励更侪人善用网络报税，南区国税局嘛特别办理抽奖的活动。伫抽奖即天，特别邀请会计师以及记者担任抽奖人。最后的大奖嘛由局长卢真秀透过电脑系统抽出头奖5万块礼券的幸运得主。3、2、1。好紧张哈！哇，这一位呢，一路就是18，就是8了哈。台南市得奖的序号是187-129。网络申报抽奖活动哦，主要是配合防疫期间。那你如果是在家完成网络申报，或者是税额试算确认，或者是用行动支付来缴税的，都可以参加我们好康报你知的这个抽奖活动。我们今年的申报件数大概有80几万件呐，那有在家完成申报的大概50-60万件左右，所以其实中奖几率应该算是比去年提高一点点。那我们比较特别的是今年的4奖部分，我们为了要鼓励民众在家完成申报，所以我们在第4奖的部分有比去年的名额增加很多，今年大概有860名4奖的名额。今年的大奖就是礼券5万块，希望你们当中都能够抽中这个大奖。这得奖名单除了会寄正式公文到得奖人的厝内，嘛会公布伫咧南区国税局的网站。有参加抽奖的观众朋友，嘛会当前往查询。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南民奖举办到当已经34档，进入第25届。经过这么久的时间，嘛，互大家看见南民奖的作品所累积的成就。对此，市长黄伟哲嘛亲身到评审会议，感谢所有委员的辛劳，希望选出上届又一个艺术作品，嘛期待南民奖成为台湾美展之首。上午伫新亚文化中心演艺厅参与2020年南民奖的这艺术创作品，已经呈现伫大家眼前。根据了解，已经迈入第34档的南民奖，伫台湾的美术论坛一定有一定的地位。嘛，迄是因为前辈对艺术文化的重视，对美术的努力，才当互南民奖愈办愈盛大。上午市长心有所感，嘛期待南民奖会当成为台湾美展之首。今天很高兴能看到这么多的志工，还有艺术创作者，还有我们的这个老师，能够来肯定参与这个南影奖的这个举办。今年总共有880人次，许多件的作品呈现在各位面前。我相信南影展未来不但是可久，而且还是可大，越来有越多人的肯定跟参与。就是南影展持续成长茁壮的动力。我们台南市政府也将秉持了这样的一个动力跟信心，能够让南影展越来越受肯定，最好是能够成为台湾美展之首。今年参与南民奖到里展览的总共880人次，在这样一作品当中，为了选出上好、上有代表性的，就需要评审委员上脑筋。所以上午市长嘛一一亲自颁发证书，感谢这群评审委员的辛劳，嘛互南民奖一直维持伫一个高水平的实力。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小等者马上登来新闻现场。红红火，树头飞，
以音乐阅读文字，以乐曲串联生命。透过台南爱读册欣赏台湾文学，享受听觉带来的阅读飨宴。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今年全球因为受到疫情的冲击，加上国际局势无平静，互民众心内特别无平安，所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农历7月规划了心灵重建平安音乐会，希望透过音乐的力量来为台湾人民祈祷，为世界祈福，嘛邀请民众9月6号踊跃前来参加。每一人选定农历7月俗称的几月，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拢举办平安音乐会，就希望用宗教、用音乐的力量来安打民众有平安喜乐。特别是今年拄着疫情的冲击，拄着国际局势等变化，拢互大家相当不安。所以，议员蔡小薇、李启伟协助，今年的心灵重建音乐会将选到户外扩大办理，嘛替全球来祈祷祝福。一般伫台湾的社会，特别是7月吼，拢会较无平安的迄个心灵的感觉啦。啊，就是即个平安的活动，阮已经做3、4档啊。啊，过去就是即款做地点时间啊，拢较伫室内，啊，较少人知影。啊，我想讲，若是今年真特别啊，发生遮尔济代志啊，需要搁较有强的气力，就是通过神的气力啊，通过政治，通过台湾人民合作，等等这气力啊，大家心理上的自信。来，互咱台湾真正唔免惊，啊，当平安万年啦。今年音乐会不只有乐团、歌手的表演，也有现场演讲，替台湾加油打气。暗时7点15，就由咱的一个指定的教会鼓队吼，开始擂鼓啊开场，啊现场嘛有咱的狗屎运爵士乐大乐团，啊搁有咱上出名的吼，咱的嘻哈的歌手，咱的大基吼，大基兄要来演唱。另外上重要的嘛有邀请到吼，啊感谢咱的这个中会吼嘛邀请到咱的立法委员，咱的三 Q 哥陈柏伟要来现场，啊甲大家同齐吼来宣导咱台湾，啊互大家增加信心，啊嘛感谢咱所有的牧师，咱的长老，啊同齐要伫个即个会里吼，啊大家来做伙祈祷，啊来帮助大家会当即个互台湾吼一个好的、更较好的即个好万年的平安年。9月6号暗时7点半活动，小厝刷到南德路甲建平路口举办。主办单位虽然预估将有上千人参与，不过也是希望更较侪人，特别是少年一代到场来传达7月平安暝，台湾好万年。7月平安暝，台湾好万年。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南港区的林凤营近年来因为路易松的美景吸引侪民众，但真侪人可能唔知影伫遮有一座100年历史的抽水站。虽然荒废足久，不过经过市府甲各界努力，已经将这座抽水站修复完成，呈现伫众人面前。3、2、1，正式启动！掌声鼓励！你看咯，这就是早期还未有乌山头水库的时阵，咱就是用青埔边的抽水站抽水。中心伫六甲林凤营青埔边的100年抽水站，推估是伫咧日本时代建设，原本已经荒废多年，后来因为文资处整理嘉南大圳史料，才重新被发现。但因为年久失修，已经无法启动。经过文资处、六甲区公所、林凤社区发展协会等多方努力，最后伫嘉南农田水利会协助之下，终于将这座具有历史价值的抽水站修复完成，再度重现伫众人眼前。像这个青埔皮抽水站，经过修复之后，它可以执行抽水的功能，就重现当年的历史现场。在嘉南大圳完工之后，农民怎么样子使用青埔皮的这个水来做灌溉？那怎么样运用这个嘉南大圳从乌山头引水来这个灌溉农田的？
那所以这个青埔皮它的功能就变成活灵活现了。尤其青埔皮抽水站，它有一个历史的文物的功能，所以待会儿大家去看就可以看到许多这个文物上值得我们一观察再观察的事情。那这些都不是只是静态的陈设，是动态的一个运作。青埔皮抽水站内部保留古早机器发动机以及飞轮零件，是少数原地保留，而且具有动态展示的古早抽水机。不论是参观翕相，或者是学校教育推广，拢非常适合。有兴趣的民众，嘛当向林凤社区发展协会报名参观导览。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伫青少年的成长阶段，相信大家拢听过成长痛。不过，伫青少年上只看到的骨肉瘤，虽然一档只有50-60件，无算悬。不过，台南有一位18岁大学生，就因为脚骨痛甲，结果被诊断就是恶性的骨肉瘤，所以骨头卖生癌，千万唔通大意当作成长痛。根据医生表示，18岁吴姓查甫学生因为正病脚骨突然间痛甲，原本阿公阿嬷讲去抓抓就好，不过好佳在父母无放心，坚持去病院检查，结果却发现接近脚骨的骨头不只有肿瘤，也被食甲空，确定是患得恶性骨肉瘤。这些小朋友或是青少年他们来的时候啊，就是会在某一个地方会痛在一直痛在同一个地方。而且他晚上会痛到醒过来，然后有些甚至因为如果肿瘤长得太大的话，还会摸到肿块，对，所以他的来的时候的状况原则上都是这样。然后我们会帮他做一些那个 X 光的检查 ，X 光检查有些就可以直接看到一个肿瘤在上面。如果有骨头肿瘤或甚至其他的软组织肿瘤，我们去做推拿的话，有可能造成肿瘤会比较大颗，或者是它容易转移，甚至开完刀之后容易会再复发，这是我们比较担心的问题。那这个东西，我们其实除了临床研究已经有报告出来之外，我们在基础我们使用老鼠做实验，也发现有同样的情形。骨科医生进一步表示，大多数骨头肿瘤容易发生伫儿童到青少年阶段，不过嘛因为这段期间骨头成长速度上紧，有可能会突变造成肿瘤，所以千万唔通将这个时期的骨頭痛拢當作成長痛，也是要有警覺，有任何無爽快，就要看醫生來正確診斷。台南新聞軍及郭博義採訪報道。新聞最後趕快來關心天氣變化。明日是午後這陣雷陣雨天氣，溫度31度到34度，落雨幾率有4成，海面平均風力4級到5級，上大颱風6級。感謝收看9月2號的中嘉台南電視新聞，咱再會。